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交织的第111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11天，也是哈梅内尔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11天。就在第111天，美伊双方终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拉扯了2个多月，终于落地，终于掀开了他的面纱。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巴黎，在马克龙夫妇招待晚宴上面，在凡尔赛宫，在这吃饭之前，举起酒杯之前，他说：“先等一会儿，我先签个协议，签完协议咱们再干杯。”所以这个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他的笔，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很有意思啊，传来传去的，就说签署这个事已经是云山雾罩。先说是伊朗的卡利巴夫和美国的万斯2个人要去瑞士签，后来又说2个人说来不及了，先电子签，万斯和卡利巴夫2个人电子签，电子签完之后说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到瑞士日内瓦找一个度假村，在那儿签正式的文本。结果最后又变成是昨天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泽希奇扬2个人签署，而且签署的版本这次也是闻所未闻。这个美国签的好像是英文版，伊朗人签的是波斯语。你说，所以就从这些安排来说，就预示着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恐怕虽然签了，那也是命运多舛，后面的执行，后面下一步的谈判并不轻松。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说明双方都是各取所需，都着急了。万斯说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1页半纸，也就是 A4 纸1张半，也就是内容不多，都是框架，这倒是没说错。但是人家伊朗人坚持要用波斯语签，伊朗的，为什么？他说你这个就担心到时候你英文翻译不准确，所以你看这还是一个协议2种表述。就是伊朗人签了一个波斯语的，那我回去我怎么向国内老百姓解释？以波斯语为准，而美国这边是英文的，那英文的和波斯语之间，那你不管是签统一的英文的，还是一个英文一个波斯语，那都存在翻译，对不对？一个是在签的时候统一的，但是你后面执行那就差异。你签的时候都是英文，但是执行的时候我理解的不是这意思，这不就扯皮了吗？一个是签的时候就已经扯皮了，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波斯语的，那你后面执行的时候那更是就各唱各的调，对吧？我这波斯语可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说这就为这个后面美国伊朗的这种后面60天的这个谈判又是埋下伏笔。也就是这一次这么着急，本来说6月19号签，结果17号就签了，不管什么原因，凸显美国和伊朗都很着急，赶紧签一个这玩意儿回去交代。特朗普还说了，如果这个协议能签，仪式能举行，那我这功劳就是我的；如果签不了，那我就对吧，怪罪这个万斯。这他是半开玩笑又说了，这一次在G7会议上，也就是在他签署协议之前，G7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他就说了，他说可能会继续留在欧洲出席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但也可能不会。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份重要的必须由他来签署的文件，也就是他在记者招待会时候都还没有定下来这个怎么签，有没有签字仪式，是不是特朗普本人来签都还没有定。也就是到这个时候，伊朗和美国双方还在通过巴基斯坦还在沟通，还在激烈的这种交锋，所以到特朗普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清楚，他还认为他开完G7会议之后他留在欧洲等他搞这个签字仪式。这个记者就问他的时候，他说签字仪式如果成了，我就把功劳揽过来；如果黄了，我就怪万斯。当然了，这是他半开玩笑的。但是特朗普这个人不讲武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你看晚上在马克龙请他的晚宴上签的，没有什么签字仪式，正式吃饭之前我先签个字儿。不知道他以为他是买单，所以说就说明美国和伊朗他们谅解备忘录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双方在密集的这种磋商。根据媒体已经把备忘录英文版的给公布了，那波斯语的反正谁也看不懂，英文版的已经公布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英文版
和以前什么阿拉伯媒体啊、什么半岛电视台传的那个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些细节还是有出入。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呢？核心就是3点。第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核问题，第三个就是伊朗的钱解冻资金。这个是3个，在这个之前是不是传的最多的？大家争议最大的就是3个问题。媒体也在说，是吧？特朗普输了，伊朗说你1000字就得给我钱。所以通过目前看，这3个问题一个都没解决。我们看这个协议，这个网传的14条，果然还是14条。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本备忘录一经签署，美国将立即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一切干扰或阻碍，并将在30天内完全结束海上封锁。你看，它是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备忘录一签，美国就开始解除封锁，逐步解除吗？对吧？它30天之内解除完。在此之间，船舶通行量将随着伊朗恢复战前水平的进度按比例增长。美国进一步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撤出其靠近伊朗的部队。第5条，本备忘录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业船只在60天内免费从波斯湾往返阿曼海以及反向通行，就是阿曼海到波斯湾，这个商业船只通行将立即启动，也就是马上这1000字，其实就今天就启动了。鉴于清除需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伊朗进行排雷，通行将在30天内正式确立。伊朗将与阿曼展开对话，根据适用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权利，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海事服务事宜。你看，这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于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的解除，谈明白了吗？没有，跟我们之前分析的一样，美国是30天内逐步解除封锁，对伊朗的封锁。那怎么解除？是按照伊朗怎么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按照比例。我举例子，从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出来10艘船，是以前的1/20，那美国对伊朗也就放它1/20的船，就是战前按比例，对吧？船舶通行量随着伊朗恢复战军水平的进度按比例增长，也就是你掐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脖子，你放一点，我也掐着伊朗的脖子，我也放一点，咱们同比例松手。这个我记得咱们以前谈过，解除封锁就这么解除。这个玩意它约定了一个时长，就是1个月，1个月内全部放手。好，那伊朗说了，我这60天我是免费的，不收任何钱，但是60天以后收不收钱，这个可不好说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里没说，但是伊朗他外交部他那个革命卫队的卡利巴夫都说了，还是要收费的。60天以后人家要收费，但是他怎么收这玩意你就不能跟美国商量了，你要跟海湾国家、波斯湾里面的国家、中间的王爷国加上阿曼、伊朗，你得跟他们商量怎么样去收费，甚至你还跟欧盟、跟什么东亚等等这些国家，甚至联合国，也就是美国说这玩意我不管了，是吧？我只管60天不收钱就行了。60天以后收不收钱，美国反正不太关心了，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着办。从这谅解备忘录你看出来就是这意思。那是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这第2个关于这核问题也谈了个寂寞。这核问题里面第8条，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发展核武器。这个获取恐怕是特朗普故意要加上的，以显示他跟奥巴马的不一样，也就是你这伊朗想去买也不行，偷也不行，对吧？反正你就不能有核武器。对，还是这特朗普还要跟奥巴马那个协议加以区分的，大概这意思，要不然他怎么说他胜利了？说美国与伊朗已同意根据第7段提及的时间表，通过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浓缩材料库存处理问题。怎么处理？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伊朗同意，肯定是最低限度，就是在第3方或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在伊朗稀释。那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说美国获胜了，如果不销毁，只是稀释除非说这个技术不可逆，说把它稀释之后，它不可能再通过离心，通过什么技术分离，再把它又变成高浓度的浓缩铀。但是这专业的知识咱们不知道，那美国人是不是有专家
已经给出了论证，你只要某种方式给它稀释完之后，它没有办法再利用了。这个涉及到专业技术，但是我觉得这个显然你至少你没有比奥巴马那更高明，所以说核这块好像也没有达到我美国的这个目的，我认为。那第三个就是钱，现在外面传的比较多的，我1000字，你先120亿美金，再剩下的120亿美金，60天之内给到没有？这个第11条，美国承诺全面解冻并允许伊朗使用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本备忘录实施后，美国与伊朗将在谈判期间就这些资金的解冻程序达成一致。也就是说，怎么解冻还要60天里面谈，不是说备忘录1000字就给你120亿，然后说无论这些资金保留在原账户还是被转移，均应使其完全可用于支付给伊朗中央银行指定的任何最终受益人。美国承诺据此颁发所有必要的许可证和授权。也就是美国给伊朗解冻资金，这个也是后面还要谈的，怎么解冻备忘录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是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那好了，你看看最重要的这3个问题还是各受各的，怪不得搞了一个波斯语版的，搞了一个英文版的。这波斯语版的便于向伊朗国内宣传。你比如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提到了3000亿美元，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明确且双方商定的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机制将在60天内做最终协议的一部分予以敲定。美国将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也就是美国同意允许其他国家到伊朗去投资。你不能因为人家去伊朗投资，你给人家制裁或者把人家踢出 SWIFT 系统，就这意思。那就是美国承诺跟完业国共同制定一个投资计划，去伊朗投资。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分析过了，所谓的赔偿完全可以取之于伊朗，用之于伊朗。毕竟伊朗有石油有天然气，伊朗好像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气田，不是最大就是第2大，也就是伊朗有很多资源。你说在伊朗如果弄得好，在那开发是能赚钱的。但是伊朗这毛拉体制是吧？你很难去跟他合作。所以说，美国承诺跟完业国一起搞一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基金。我们昨天就说了，美国政府他也没钱，他外债政不可能用纳税人的钱。所以说，特朗普顶多动员那些石油巨头，是吧？你去伊朗投资，或者允许第3国忽悠这个完业国一起搞个基金。那我认为这里面最主要的主力应该是中东这个国家。中东这个国家他愿意跟伊朗合作，去有机可乘开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跟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行关联起来。你看双方互相制约，朗子你要想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你肯定就得罪了完业国。为什么呢？你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一收费，那所有的进出的货物就贵了。你虽然对东亚日本、韩国或者印度买油，那人家从那儿交钱，油就贵，那人家就可能从美国、从什么印尼，或者是从俄罗斯、从非洲去拉油。总之，你油价涨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的。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是那些中东产油国，他们肯定吃亏。人家一吃亏，那人家还给你投资是吗？3000亿那就打了水漂。这个我认为3000亿实际上是特朗普给伊朗人画了个饼。你们慢慢扯去，反正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事我也不管了，你们互相商量去吧。你要是让完业国舒服了，完业国说不定3000亿投资就能痛快一点。如果你要让完业国不舒服，完业国这3000亿他就不投，你能怎么样？所以你看霍尔木兹海峡以后收费的问题，伊朗也说了，他也跟链接备忘录里说了，要跟中东这些周边的主权国家要商量，还有阿曼。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从我的观点上看，链接备忘录纯粹就是特朗普为了他中期选举这么一宣布之后，油价又暴跌是吧？现在油价已经跌到70了。特朗普就也说了，他说我每次一宣布好消息，油价就暴跌，股市暴涨。特朗普自己这次还说了，他说我中东局势如果不解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导致世界经济危机。他就跟美国什么哪届总统胡佛一样，所以我有好生之德，我为了挽救世界，这关键的时候挽救了世界，挽救了全球经济。我跟伊朗达成链接备忘录，油价下降。特朗普，我又立功一件，
为全世界做了一件好事，这就是特朗普的潜台词。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还是为了中期选举，赶紧把这事降温，把这油价降下来，就过了中期选举再说。那伊朗人显然，因为伊朗它比美国更难，美国只是老百姓油价稍微涨了1倍，但是伊朗是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对不对？他经济崩溃了，拖一天，他离崩溃就近一天。所以在签协议之前，伊朗人的巨型超级油轮好几艘都已经准备好了，油都装好了，开到已经驶离海岸，往美军那个方向就开了。也就是说，人家油轮都已经到了起跑线上了，就等着你这边1000字，枪声一响，发令枪一响，人家马上就出了美军的封锁线，就要往印度跑。好几艘超级巨轮拉满了油，在那就等着发令枪一响，这叫争分夺秒。因为你指着美国解冻资金，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你还不如赶紧把这油送快一点。你这我估摸着从波斯湾开到印度大概10来天是吧？巨型油轮2个星期，你想开到了，人家再付你一半的钱或者一部分钱，后面再付多少？这个也就是10天后才能拿到钱，这伊朗等不及了，是不是？早一天他早点喘气，所以非常着急。所以本来说好了19号签，结果17号就跟特朗普两人在签了，对不对？我觉得伊朗也非常着急，你等不到美国的解冻资金，那个3000亿那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唯一能解决的就是这个油赶紧送出去，你靠铁路往印度送有什么用？所以这个每一艘超级巨轮油轮都是200万桶，所以伊朗很着急，赶紧签了。不过人家玩了一个花招，叫波斯语版。那波斯语版，我想那无非就是解释成什么美帝又输了呗。你看看3000亿只是赔偿，但是英文版那这个叫重建，是人家的投资，投资是要有讲收益的，哥们儿，投资是要收益啊。赔偿是什么意思？赔偿是你赔给我的，对不对？投资是股权，人家有你的股份，而且就这个3000亿，它不一定能到位。这个特朗普答应了委内瑞拉1000亿美元，不知道到了多少？答应加沙的吧，重建也是几千亿美元，能到多少？所以特朗普这个不着调，还得指着中东那王爷国，到时候看看他们感不感兴趣。关于在伊朗的合作啊，印度跟伊朗合作，2个印度都有，反正是种种不愉快，协议签了一大堆。一看也是不少，动不动上几百亿美金的，但是落地的非常少。这还不是印度不给钱，印度是愿意给的，但是伊朗那边他落不了地，就是因为毛拉政权、卫队和穿西装的两人谁也不尿谁。所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中东这王爷国准备好了1000亿或者2000亿美元，真要去投都不一定能投得下去啊！人家想投都不一定投得下去。投资和赔偿是2个概念，赔偿是你把钱打到我账户上就完了，没你的事了，你爱去哪去哪，是你要赔给我的赔偿。投资是那各种条款、各种免责、各种的权利和义务。我给你投1个亿，你我得有什么权利，你得尽什么义务，双方那扯皮。但是我跟他说了，这个是美国特朗普和伊朗他们各取所需，每个人各有各的目的，这么个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如果从中期选举角度来说，那他签这个他是赢了，所以我们要把目标要搞清楚。如果他是追求无核，如果他是追求跟奥巴马不一样，那他就输了。目前这个备忘录啥也不是，对吧？没有比奥巴马的这个协议高明到哪儿去。奥巴马的协议我们也不用研究，核心就是什么呢？核心无非拿好处、拿经济发展来换伊朗的放弃核武器，这中心思想就这么个思想。你伊朗别搞核武器了，那你就可以搞经济，大家可以帮点忙，给你提供便利条件，你放下核武器别搞了。奥巴马不就是思路吗？那你现在特朗普不就是走到这个思路上了吗？一个逻辑，拿3000亿来忽悠伊朗。你想，如果伊朗再搞核武器的话，这3000亿能到位吗？肯定到不了位。那周边国家还能给你投资，这是一个，对不对？你伊朗你要搞赫尔墨斯海峡收费，那这些王爷国他也不愿意，所以3000亿更像是一个画了一个饼，你们慢慢去扯皮。所以说，如果从核这块来说，无核，我觉得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是输了。但是从中期选举来说，特朗普是赢了，显然目的达到了。所以说特朗普的目的是我要拖过中期选举，到时候再看。因为在签协议的时候，特朗普还说了随时要恢复轰炸，也就是他还在极限施压。记者问特朗普，他说你签的谅解备忘录没有什么强制条款，什么意思？如果你不这么干，那我就得揍你，或者我就怎么着的？没有，
都是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没有说你要不这么做，我就怎么着惩罚你，没有什么强制条款。如果不遵守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损失？没有。好，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如果伊朗不遵守就轰炸他们，但协议本身没有任何可强制执行的条款，是这样吗？特朗普就说了，非得有强制条款吗？我已经让他清楚了，听着，我说如果你不遵守协议，我其实也不想那么做，但我们会把你们炸翻，而且我认为他们不会背离协议，不然我还能怎么做？难道我要说我把你们告上法庭吗？让我把你带上法庭，让我起诉你？不，如果他们违反协议，我们就会狠狠地轰炸他们。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我希望他们能遵守协议。再说一次，海峡一旦封锁，糟糕的事情就可能发生。你知道，在战争中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就像之前你提问时提到的学校遭到袭击，还有其他地方遭到袭击。战争中总会发生糟糕的事情，战争是一个残酷的深渊。我明白，我看的也许比以往任何人都要清楚。特朗普继续恐吓，下一次轰炸2周、4周，他先把中期选举过去，前面打也白打了，因为中间朗子什么也没得着，朗子卖了几船的油，这个确实的，伊朗船出去了，卖油了，这是他实际利益得到了。而这个对特朗普也是好事，大家记住了，朗子往出卖的油越多，油价越低，那特朗普他的目的就是这目的。所以说，朗子虽然也得到好处，但是朗子也在给特朗普做贡献。你降低了世界油价，你卖的越多，降得越低，而且你卖的越多，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船就越多。一定记住，刚才已经说了，它是按比例的。你朗子出去1条船，那得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8条船，咱们说一个比例。那你朗子卖的越多，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的油轮就越多，那世界的油价就降得越低，是吧？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特朗普赢了，他的中期选举的角度说他赢了。但是如果要未来真的停火协议，关于核问题就这么签，那就是特朗普输了，美国战略上输了。你还签了一个奥巴马一样的协议，差不多的。我们再说，从伊朗这边来说，你还真不能说伊朗输了，因为伊朗就挨了一顿胖揍，毛拉走了一批，但是无所谓的，伊朗反正毛拉多，人家马上又上了一批，你炸完一批又来一批，是吧？这是第3批，人家照样没绝。这是第一个，人虽然走了人，但是你把人家东西炸了没关系，反正那东西勒紧裤腰带都能困难都能克服。所以朗子这是第一个，朗子虽然物质上有损失，他不在乎，勒紧裤腰带，你任何困难除以9000万是吧？朗子多少人？9000万是吧？还是反正我记不太清楚，1个亿或者8000万或者4000万，总之再大的困难除以9000万，那还能叫困难吗？这就是朗子的底气，勒紧裤腰带啃草皮也能坚持3年。那第二个，朗子已经变成打不死的小强，什么意思啊？你只要特朗普后面不再打，如果不强力的对他怎么着，那朗子说，你看你打也就这样，你还能怎么着？我也不是没挨个揍，是吧？挨揍了，我过几天我也好了。所以朗子变成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他更有了底气。特朗普是做了一个烂尾工程，助长了朗子的底气。第三个，朗子已经尝到甜头了。第一个甜头，他以往他只敢打以色列，这一次他长本事了，他把中东王爷国都打了一遍，中东王爷国都怕他，他变成小霸王，他真打好。那么在地区这个格局上面，朗子得了1分，是吧？不行那就走，开干呗，又不是没打过。第三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被朗子给把握了，哎，这叫什么？朗子尝到甜头了，以后稍微有点事，他就把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反正已经干过一次了，你美国也不能怎么着，你最终只能给我签协议谈判。那我下一次稍微不舒服，要么是威胁周边的王爷国，要么就是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对吧？这就是尝到甜头了，有第1次，有第3次。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看，朗子是赢了。从这个角度看，那我们再说以色列，那以色列在这个协议里面，那肯定是输了，也就是没有达到以色列他的最初的期望。以色列最初的期望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跟美国一起打击伊朗。他要达到的第一个是无核，这是肯定的，没有核；第二个没有远程导弹；第三个什么地区武装代理人，还有一个什么，我记得是4个，总之一个都没达到。你看现在远程武器、地区代理人就在这个备忘录里面没提，说伊朗不能支持他们，不能发展远程导弹，就没有提。
所以那后面60天里面也不会提，备忘录里面就没有，框架里面都没有，对不对？而且特朗普还这么说的，那记者说你的备忘录里面怎么没有远程武器？特朗普说这个不公平，我觉得不对。他说啊，你看周边的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有远程武器，也就是你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他们都有远程武器，但是你不让伊朗搞远程武器，这也不公平。这特朗普说的，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儿嘚儿的起皮了。以色列政府前发言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完全是投降，他为伊朗政权提供了大量现金，润入其弹道导弹和代理军队，同时让核武器计划仍然处于可裂变状态。而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根本无意签署最终核协议。伊朗接受该备忘录仅仅是为了在60天谈判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获得经济援助，而非做出真正的核让步。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很糟糕，以色列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还坚称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自由行动。他说周五之前不会，周五之后也不会。那对以色列来说那就是个失败，他没有达到目的。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盖里说，他已经宣布了，他说伊朗已经击败了2个核大国，指美国和以色列，而这2个国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也就是伊朗已经击败了2个核大国，实际上2个最先进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以色列，而且他们2个人背后都有一群小弟在支持他们。而伊朗一个人击败2个核大国，他说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确实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伊朗的盘们很开心，在伊朗的盘们心目中，伊朗就是个大国，这回更是大国了，因为他把美国、以色列打败了。那在伊朗人的语境里面，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就是美国被迫按照伊朗人的意思签的，也就是伊朗人是按照这个在国内宣传，至于有多少人信，那管不着了。实际上美伊谅解备忘录还是叫漏洞百出啊，千疮百孔。以色列受了委屈还可以喊，对吧？他还可以通过媒体发出声音。其他的方面受了委屈，连屁都放不出来。谁受了委屈呢？他这个谅解备忘录第1条就说，美国与伊朗及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通过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并承诺从今不对彼此发起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避免对彼此威胁或使用武力，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战争永久终止，以及本款的其他条款。你看，就是这么一个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和伊朗2个国家在上面签字，签了字之后居然约束说双方的盟友，那美国的盟友那当然就大概指的就是以色列，但是他也没写以色列，对不对？他只是说双方的盟友。那伊朗的盟友是谁呢？就是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等等，他也没写哪些是他盟友，都没写，只是泛指盟友。好，你本来这个玩意就是模糊，对不对？好，说美国和伊朗2个人签的协议里面要求黎巴嫩那边停止军事行动，黎巴嫩那边跟美国、伊朗也没人在那儿，那儿军事行动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啊，而以色列和真主党也不在这个协议里面，也没来签字，对不对？那你怎么要求他呢？所以内塔尼亚胡早就说了啊，那是特朗普和伊朗人的协议，跟我们以色列没有1毛钱关系，你签你的，我打我的。而伊朗人又说了，你以色列在黎巴嫩真主党那儿动武，那我觉得还得去打击伊朗。所以你看，停火不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斡旋以色列和黎巴嫩，但是他斡旋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而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现在出了个主意，他说以色列你打真主党挺费劲的，我看你也搞不定他们。说以色列把每栋楼都炸了有什么用？说不如让叙利亚的朱拉尼让他去对付黎巴嫩真主党，说他有经验。说这特朗普说了，他说对我的要求，这朱拉尼总是同意，总是帮助，也就是我在朱拉尼那里有面子，倍儿有面子。不行，我跟朱拉尼打个招呼，让他去收拾黎巴嫩真主党，你以色列就别跟人较劲了。这就是特朗普的这个想法。所以现在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正式的备忘录一公布，那美国国内还得炸锅，这攻击特朗普的声音
那肯定是一浪比一浪高，宣布特朗普失败。但是我的观点，从长远看，如果你就拿这个链接备忘录，从长远看，那他确实失败。在核这一块跟奥巴马一样，甚至比奥巴马还倒退了。但是你要从中期选举这看，那特朗普他也赢了，这是他一个战术安排，那他肯定是赢了。以色列就是输了，没有达到目的。我说了，以色列输是指他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叫输，不是他真的他有什么损失。损失肯定伊朗的损失大，以色列也有损失，但是损失那肯定没有伊朗大。以色列多大的财产损失，才死多少人，是吧？所以说你要是，但是我们认为以色列你没有达到目的，你就输了。当然了，鉴于特朗普这种个性，美国和伊朗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完，这只是第一季暂告一段落，第一季而且接下来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不出状况，能够正常通行，哪怕有点小摩擦都不会重新燃起战火。但是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到限制了，导致油价又升，那特朗普不排除还要动武。这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波斯湾的局势是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密切相关。那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那问题就不一样了，特朗普很有可能有别的想法，迫于美国的压力，迫于盟友的压力，到时候一翻脸，美伊链接备忘录它就成了一张废纸。而伊朗它实际利益就是多卖了几船的油，其他的得不到。如果你想想，如果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再对伊朗采取打击，那伊朗在这个过程中它占了便宜，就这几个月的油卖出去了。具体情况咱们再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欢迎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